后一条来看这个真出名的素食的餐厅宝林地食，疑似爆发到大规模的食物的中毒，至少有11个人通报身体无爽快，其中有2个人已经死亡，也佫有3个人重症。卫福部已经定调，这是重大的食安的事件。卫福部的处长王必胜前一暝嘛率队主动到餐厅来稽查，伊讲这个事件确实是有扩大的趋势。廖小姐挂嘴暗动闪闪啊，提取医生块药包，包括治疗套、脑塞金型，当中9种药化，身体这么无爽快，就是怀疑和顶礼拜去过台北市疫区的宝林地食食饭有关系。我去到那边的时候，现场只剩下他说，因为他们要前点，所以只剩下大概4样餐点可以点，完全接近是完生的那种状态，有点讶异，但是我还是把它吃掉了。那吃完之后，坐高铁回台南的车上是觉得开始胃有点胀不舒服。宝林地食敢若食物中毒的事件继续在探烧，到今仔日中昼12点为止，台北市卫生局已经接到上少10个人身体无爽快，其中2个人过身，2个人搁伫咧抢救，全部拢伫咧加护病房。台南一个技术个案，3月日下晡1点，报到餐厅食炒粿遐，敢若2正7， 26号暗时遐1点随通报台北1999。在今天早上下令所有的店。分店就是宝林的所有的在台北市的店全部停业。那我们会在逐一的了解他们的环境当中，然后还有这些食材的供应。有关检验的时程，如果是微生物都要抓2周以上。好，那其他的一些物品我们都尽量会加速，所以只要有任何检验的结果，都会跟各位立刻就报告。卫生部处长王必胜前一暝嘛来到餐厅主动稽查，认为事件有很快出事。除了有专家、机关署嘛伫现场，希望当赶紧调查出这规件代志头尾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